各位兄弟平安，时间已经到。就因感谢入伊的门，因学老入伊的院，就感谢伊学老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因的信实到万世代。三甲来吟圣诗177首，这是定心出发的日子，请起立。是定心出发的日子，是人回想向这时，伤心疼痛为带来的意志，安然休困。
请由愿徛地，用主甲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愿伫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食，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日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传着刺，着救阮脱离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性情投胎，对在七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列岛人内受苦，顶是地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感谢全能的爸上帝大兵，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是信，共同的教会，信道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大家来启应文第30篇，信息后面启应文第30篇，详细是诗篇121篇。我抬头看山，我的帮助对上主来，伊袂互你绊倒。以色列的保护者袂遁迷，上主是你的保护者。日时日头袂伤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你出你入，上主会保护你。请咱三甲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听阮的爸，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伫个主日，你带领众兄弟姊妹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这是你极大的恩典，极大的祝福。阮为着安尼来感谢你。主啊，阮感谢你伫顶礼拜日下晡，阮心认为主日牧师、导师的受职感恩礼拜，头尾拢通顺序来进行。主啊，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主啊，帮助阮伫南门这个地区所用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通继续做工做盐，讲传福音，来荣耀你的名，鼓励众人。主啊，我也特别感谢伫个炎热的暑假的中间，教会青年、少年、主日学等等各团契种种的活动，通得到你的保守带领，平安顺遂来进行。就是伫个昨日、昨今日，主日学的小朋友嘛，伫个教会过暝，这对因来讲嘛是一个新的体验。不管对因本身、对家长、对老师，拢是一个新的经验，甲一个成长。主啊，过无偌久，就要有一个新的学年的开始。求你引带带领，正学生同工伫新的学年内底，嘛会当有新的学习甲成长。主啊，阮也知影伫即个世界，伫个欧洲，伫个中东有战乱，造成侪人流离失所、饥饿，甚至死亡。像是伫阮台湾国内，
阮也拄仔经过2届罢免的投票、公民的投票等等。主啊，求你怜悯，求你使阮帮助遮的执政者，互因有谦卑、有智慧，通真正带领人民行往和平的日子。主啊，阮也特别少年今日无通伫阮中间，无通来到圣殿，甲阮做伙敬拜兄弟姊妹。可能是因为身体、心灵的病痛，也是厝外等等的原因。主啊，求你也有缘甲因伫咧，你的灵扶持因、带领因。也安慰因。主啊，今日是圣餐礼拜，阮照你所定的规矩，阮参加坐道。主啊，求你减少阮的罪过，互阮通伫你的面头前，搁再来悔改认罪。安尼，因为安尼，阮通甲你搁参加坐道。主啊，愿今日的礼拜头尾拢得到你的引带甲带领，愿一切荣光拢归乎你。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赞美，请敬拜团伟大主上帝。尊贵荣耀上帝，威严大君王，全地拢喜乐，全地拢喜乐，主你满有荣光，黑暗闪命，全地敬畏乌罗，乌罗因为我主伟大，主上帝，这声手伟大，主上帝，真人着看见伟大。主上帝，世世代代的主，掌管世间万物，由起头到落尾，起头到落尾。有威严，
地下就伟大，主兄弟，就让着看见伟大，主兄弟。感谢敬拜团会有赞美，大家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个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23节到28节。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23节，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摕饼祝谢来拜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肺设立的。你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安尼，你若食主的饼，也是啉主的杯，无合宜的，是辜负主的身躯甲肺。若是人着家己审查，才通食即个饼、啉即个杯。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人，听伊的话人，搁行伊的话人。下面正道，请大牧师饼甲杯的敬拜。两兄弟大家平安。过去捌有一个小故事咧讲，有一个小朋友甲伊的爸母做伙去参加礼拜。迄个主日拄好是圣餐的主日，所以爸母就甲交代讲：你还阁细汉，所以等下甲有咧领受圣餐的时阵，你毋通摕饼，毋通摕杯哦。对这个小朋友来讲，为什么？等到真正咧领受圣餐的时阵，饼甲杯开始分落来，结果这个小朋友一看到了，惊一跳，怎么这么小块？怎么这么小杯？安尼食会饱，啉会饱吗？感谢主，伫咱教会无这个问题。等下礼拜三，咱还阁有中昼顿的爱餐通食有饱。但是我相信，咱知影领受圣餐有伊真大的意义伫的。这个圣餐的意义，包括达到咱所读的经文，其中有2节，咱阁做伙开喙来读一遍。恁着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安尼，凡若食主的饼，也是啉主的杯，无合宜的，是辜负主的身躯甲血。若是人着家己省察，才通食这个饼，啉这个杯。使徒保罗伫遮的经文咧，甲咱表达的，不只是咱爱知影讲，这个圣餐是主所设立的，更较重要的是，咱每一遍咧食圣餐的时阵，咱爱省察咱家己，因为就是咧讲，咱若无法度甲人和好，咱要领受圣餐的时阵，咱可能心内还阁有不平、有怨恨、有生气、有毋甘愿。若是安尼，有可能咱咧领受这个圣餐的过程，咱嘛无法度真正去领受到主耶稣要带予咱的平安甲喜乐啊！所以保罗咧甲咱讲的就是，咱需要用着敬虔、用着敬虔的态度来甲主同做道。特别是伫主耶稣伫四福音书内面，伊捌讲过2项甲天国的宴席有关系比喻。一个讲到是国王要为着伊的王子来传亲，一个是财主要来请客。但是这2个比喻，咱拢知影，规个过程的中间，国王一直派人出去邀请，财主一直派伊的奴仆出去邀请。但是国王所邀请的贵宾，大家拢有无同款的道学，有因无同款咧做的事，所以无想要来赴宴。所以主耶稣伫这个比喻的中间，
主耶稣安尼讲：时若到，时若到，门啊关起来，因就无法度过入来。伫迄个祭祀的部分，有啊，有人来赴宴啊，但是来赴宴的时阵，哇，穿甲足凊彩的，所以后来就甲赶出去，无要互伊同坐倒。其实这个讲的包括咱受到邀请，咱就爱把握；咱受到邀请来的时阵，咱就爱带着敬虔的心。亲像过去我还搁伫少年团契国高中的时阵，迄阵我熟悉一个大哥哥，这个大哥哥有真侪伊所讲的话、所行的事，互我足敬佩。有一遍伊穿着短裤，穿着斯里巴的线拖，就来做礼拜。我就甲问讲：啊，你今仔哪会穿安尼就来做礼拜？伊甲我讲：咱需要甲善良人徛做伙，所以我穿短裤，我穿斯里巴来，是为着要表明我甲善良人徛做伙。啊，无一定爱穿西米露，一定爱穿甲足水、足高雅，才会使来做礼拜吗？迄阵少年的我听到这款的回答，我感觉讲：哦，真的呢，咱爱甲善良人徛做伙。但是当我豆豆咧大汉的时阵，我感觉讲，毋是代志，毋是安尼。第一，真个台湾真正讲买袂起布的人，买袂起长裤的人，应该足少的少。第二，若是咧咱的四周围真正有一款的厝边，真正有一款的朋友，我相信对咱来讲，咱会当做的一项事就是，啊无咱敢袂使买2顶裤来送伊？买一双鞋啊来送伊吗？安尼敢袂比咱故意穿短裤来表明咱甲伊做伙，敢毋是较好咧？所以我相信每一遍咱伫这里食圣餐，毋是伫即个过程尔，更较重要的就是讲，咱咧领受的时阵，咱家己的感受是安怎？特别是咱嘛毋通袂记，当耶稣咧讲迄2个天国宴席的比喻，是足严肃的。因为耶稣要互咱知影讲，咱的爸上帝是慈悲怜悯的天父，但是咱的爸上帝，伊嘛是一个行公义、万道邪恶的爸上帝。所以咱每一遍咧参加圣餐礼，毋是因为讲啊，着耶稣甲咱安尼交代，咱就来做。咱爱知的就是讲，对大多的经文咧甲咱讲的，咱嘛爱准备咱的心，准备咱的心来做这个礼拜。啊，无讲实在话，每一遍我穿着即束的服装，真正是无方便。莫讲上落楼梯无方便，要去养一个茶来啉无方便。所以我毋知影咱大多有看到无？到较早来的，有可能就看到讲，第一堂礼拜了后，我先甲即束脱掉，才落去地下室，甲咱的一寡兄弟拍招呼。等时间特别到的时阵，我才佫甲即束穿起来。但是每一遍我愿意安尼穿的原因，是因为讲，咱若感觉穿即束衫，就已经遮无方便啊。若是安尼，主耶稣为着咱受定的是咧个顶，伊就足方便嘛。所以其实穿即束衫要代表的嘛，是因为我毋是因为咱伫遮主理礼拜的方便，是因为我甘愿讲带着一个心来穿即领衫，嘛会当互我一个提醒。这是一个足重要的圣礼典，咱着警醒咱家己，用敬虔的心来做礼拜啊。所以当主耶稣咧甲咱交代讲，咱着爱安尼行来纪念伊的时阵，其实这嘛不只是一个仪式尔。透过这个领受圣餐的过程，嘛是咱搁再一遍甲主耶稣建立关系的一个机会啊。过去我伫家己广南教会牧会的时阵，因为阮的厝是伫高雄，所以阮会常常甲无特别的代志，阮就会调故意先走去台南，甲我的爸母做伙食饭。食饭的时间毋是真长，但是这个时间对阮来讲是一个足特别、足珍贵的一个时间。因为伫迄个中间做伙食饭，重要当然毋是咧食啥物款的物。重要的是，伫遐甲阮的爸母会当做伙开讲，伫遐会当看到因的情形，伫遐阮嘛会当分享阮欢喜的事互因听。所以，即款伫遐做伙食饭，对阮来讲，对阮的家庭，对阮的家族，是一个足宝贵的时阵啊。
所以我嘛相信，当咱咧交朋友的时阵，咱嘛会招咱的好朋友，啊无咱有当时做伙来食一顿饭，有当时咱来啉一杯咖啡。我毋知影伫咱中间的兄弟姊妹，你有做生意、开公司、做业务的无？若是有，你嘛一定有捌即款的经验。咱来招客户，咱做伙来食一顿饭。食一顿饭，不只是咱互相的交谊；食一顿饭，不只是咱会当彼此更加了解。有当时食一顿饭，合约生理就安尼成啊。所以，若是伫咱的生活中间，咱拢知影讲食一顿饭，其实有当时足重要的。若是安尼，咱大家更加知影，咱甲主同坐道领受圣餐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事啊。所以，当咱伫遮有这个机会同坐道的时阵，咱大家珍惜，咱大家珍惜。所以我毋知影讲，伫咱的厝内面，伫咱的亲人的中间，敢有细汉囡仔还未领受小礼洗，也是咱较大汉了后，还未坚信礼，还未有大人成年洗礼。咱着鼓励因赶紧来洗礼啊！特别是伫咱的中间，你也坐伫遮，还未领洗礼，咱更加应该安尼做，因为这不只是咱的主耶稣的交代，因为这嘛是咱建立关系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当咱透过洗礼，透过领受圣餐，咱表明咱是天国的子民，咱是被上帝的囝儿啊。所以保罗伊每一遍开拓一间教会，伊一定得将这个圣餐礼带到迄间嘅教会去，甲因讲：这毋是我传互恁尔，这是因为咱对主耶稣所来领受的啊。当咱领受这个圣餐，咱来思想，咱来感谢，搁再一遍，咱来建立咱甲主耶稣的关系。这个人，我相信咱真识。拿破仑，伊捌因为有最真熬带领战赢真侪的战争，历史上来记载，伊家己亲自带领的战争，拍赢的就有50场。就是因为伊足够战争的，所以伊对一个阿兵哥军官，一直甲真侪大将军，甚至法国人为伊来起笑，甲伊封做皇帝啊。所以对法国来讲，因建立这个法西斯这个帝国的时阵，这个法兰西帝国伊来真做这个皇帝，会通讲是法国一个足荣耀的时刻。但是因为这个荣耀是带着不断来烧战赢来建立的，所以历史上对拿破仑这个皇帝、这个将军，嘛有真侪无同款的评价。所以咧讲到伊的时阵，有的人对伊真敬佩，但是伊的对敌的国家可能切伊切到要死。不管安那，最后伊嘛是因为战争来真侪荣耀，但是嘛因为战争输，最后互掠去流放啊。伫流放的过程的中间，伊伫52岁的时阵来过身。所以每一遍甲对历史有兴趣的人，对历史人物有兴趣的人，只要讲到拿破仑，大概拢是讲到伊足够战争，伊是军事的人才，伊对一寡发展嘛有一寡真大的贡献。所以伫律法典的顶面，伊真正嘛立了真侪无共款的律法，真做世界无共款律法的源头啊。同款，伊伫经济顶面嘛，互法国非常强，互法国非常强的过程的中间，听讲伊家己的财富嘛是富可敌国，所以真侪人只要看到拿破仑，就是会想到伊所做遮的事，甚至到伊的老尾，大家最有兴趣的，就是包括讲伊的交女朋友，伊后来娶某即款的情史，即款有关感情的过程。也是讲有人有兴趣的，就是伊过身了后，好，伊遐尼侪财富到底是安怎做分配？甚至有的人做兴趣想要知的，就是讲拿破仑到底尾仔是安怎死的？有人感觉讲伊是互下毒死的，有的嘛感觉讲无啦，伊到后壁的时阵，其实身体足无好的，包括有胃癌，包括有啥物款的毛病，所以伊是判病死的。所以世界的人对伊无共款的兴趣，拢是在伫遮的所在、遮的方面。
但是有人有发现讲，当拿破仑伊最后伫倒数顶面要过身进前，伊既然嘛有做一个小小的记录。迄个文稿的记录，就是提起讲，伊人生中间有一项事，互伊足欢喜。迄项事，就是伊第一遍领受圣餐的事。所以，为影这一个互法国人、互欧洲人看做是大英雄，也是讲大坏蛋的人，不管安那，不管对于安那的议论，伊家己到人生的路尾的时阵，家己就一个所教、一个文教安尼写落来。互伊真欢喜的事，其中之一，就是伊第一遍领受圣餐的事啊。另外，这是一个神学家，伊捌提起着圣餐的时阵，伊安尼讲：咱每一个基督徒，拢爱真清楚，咱领受圣餐是咧表明，咱甲基督是同一个机体啊。咱甲基督是同一个机体啊。所以，伫遮若是安尼，我嘛要问：若是基督甲基督同坐道，表明咱对主的感谢，表明咱甲主是同一个机体。若是安尼，今仔日伫咱的圣餐的主日的中间，咱是带着什么款的心情来坐伫遮，准备等下要领受圣餐啊？圣餐的英文有几啊种无同款的讲法。有 Lord's Supper， 有 Holy Communion， 有 Sacrament， 有 Eucharist。我唔知影讲这英文咱捌听过几下。Lord's Supper， 伊是甲一个白话、甲直接的讲法，咱若直接看就知影讲，伊咧记的是主最后的暗餐，就是咱的圣餐。另外 ，Holy Communion 真有意思。伊原本是神圣的连结，当这个神圣的连结来讲到圣餐的时阵，嘛要表明咱是透过领受圣餐，甲咱的主有神圣的连结。这个 sacrament 本来是咧讲圣饼甲圣酒，但是豆有人甲用做圣餐的时阵，伊的意思是要提醒咱爱会记起主耶稣为着咱的牺牲。为着咱献出性命，最后，你才要互咱看的，这个 Eucharist， 伊是对希腊文 Eucharisteo 来的，你原文的意思带有感谢、称谢。所以，若是咱看到这几个无同款的英文，咱就知影讲圣餐两字不只是圣餐啊，圣餐这两字应该对咱基督徒来讲，是透过咱的领受圣餐。甲爸上帝有连结，透过咱领受圣餐来感谢上帝无尽的恩典，透过圣餐，咱来纪念主耶稣为着咱所做的。所以嚟为影这，今仔日咱坐伫遮的时阵，愿咱让搁再一遍来思考，咱是用着什么款的心，三个坐伫遮。只有一间教会，伊是查理曼大帝伫主后740年所建立的。740年，你来算看卖一个，离咱到目前为止，约偌济年啊？有人数学较好的无？约偌济年？1285吼，真好。今仔会知影，咱的主日学小朋友伫遮，互因算，其中有一个答案，伊讲。主后740年，距离现在大概是差不多240年。我讲好佳在，我毋是伊的数学老师，也无会分得。但是咱甲普约来讲，就是距离将近1300年。这个1300年的过程中间，因到现在也阁不断伫一间教会教堂内面进行圣餐。但是我相信，有当时咱若注意一寡有关教界的消息的时阵，有可能恁捌听过。伫英国也好，伫法国也好，最近这几年拢捌有礼拜堂，因为这个教会已经无会友啊，所以最后这个礼拜堂，甲准是因为讲有可能起了较水，有真侪观光客，观光客来的时阵，还阁加减的奉献，安尼一间礼拜堂还阁会当继续来征收维护落去。但是有的礼拜堂真可惜，有可能伊毋是迄款足大型、起了足澎湃、足水的礼拜堂，
所以观光客嘛袂去的时阵，遐个人无才调来管理，最后甲礼拜堂安怎？袂调吼，袂调咧创啥？我捌看过有礼拜堂袂调了后，互做餐厅；礼拜堂袂调了后，互做夜店的嘛有。前一站我看到的是礼拜堂互袂调了后，甲买的人讲：哦，伊有足好的计划，伊要甲礼拜堂做一个游泳池。但是来毋是只是游泳尔，伊游泳池的边啊，要搁做一个酒吧。啊，安尼你伫遐一边游泳，过当一边游来边啊啉酒。弟兄兄弟姊妹，咱也感觉教会是主耶稣的肢体。你也听到这款的消息，你有啥物感受无？若是教会是主耶稣的肢体，这个主耶稣的肢体，你这个礼拜堂红衫来做夜店，红衫来做游泳池，你有啥物感受无？所以感谢主，这间算雷普雷兹教堂已经经过将近1300年的时间，还阁继续伫遐守主的圣餐啦。所以我嘛毋知影讲，咱台北南门教会会当永永远远一直守圣餐，上无咱嘛来打破伊1300年的记录无？恁有信心无？安尼咱得甲信仰传承落去。但是我毋知影讲，咱的信心有人搁较大无？牧师毋免啦，我相信耶稣搁再来，毋免搁等到1300年。但是不管安那，当咱今仔日三甲日遮领守主的圣餐的时阵，咱继续带着感恩，继续带着传承领受的心，咱做伙来领受圣餐。三甲来祈祷。天父，我的上帝。你讲到你要照着运行伫阮心内的大能力，充充足足要成就一切，要超过阮所求所想的。所以，阮嘛伫遮要宣告讲，完全地一切荣耀拢归乎你。阮也要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愿你加添阮智慧，加添阮力量、气力，来有份伫你的国的事工的顶面。恳求你帮助阮，卖当成做一个有能力去祝福别人的人，会当去祝福这个地区的教会。安尼感谢祈祷，隆上去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杜牧师的勉励，三甲来吟圣诗533首。我真爱讲这故事，请起立。我真爱讲这故事，一定奥妙的来，纯属为爱我
下面信参典礼，请读。咱今要开始，咱领受圣餐，大圣咱先献开圣诗355首，355首，咱一个吟第1节甲第2节。三个长老就安台顶来。主耶稣捌安尼毋难讲。恁今仔着我陪同台，着就求我要互恁按药。我就是换命的饼，就求我的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干，就求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照着使徒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的迄暝。有摕饼祝谢来陪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设立的。今仔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啉这个、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伫甲主过来。所以我亲爱的兄弟姊妹，咱每一遍伫主的面头前，收这个圣餐、食这个饼的时阵，咱就会记得，这是主耶稣伊的生命为着咱所付出的，这是主耶稣伊的身体为着咱所拍破的，咱就安尼来纪念伊。这是咱三个来祈祷。天父，我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有这个机会，透过看到主耶稣，来知影你主爱疼痛的模样，嘛透过主耶稣为着阮所牺牲所做，阮通了解你的疼是何其大。所以，搁一遍，阮三个伫遮同坐倒，愿你圣神伫阮的中间充满阮，保守引带阮。安尼感谢祈祷，拢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即时咱请长老来服侍咱的饼。每一遍咱看到这个饼，咱就爱会当想起主耶稣为着咱所做。因为这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的，咱就爱行安尼来纪念伊。所以，当咱手摕到一块小小的饼，咱来知，这块小小的饼是咱主耶稣，伊用伊的身躯、伊的性命，为着咱所换来的。袂愧着的，毋免客气，请举手。同款，咱也袂领受洗礼，鼓励咱大家赶紧洗礼，加入天国，成做爬上帝的囝儿。我说，亲爱的兄弟姊妹，每一遍咱摕到这个杯，咱就带着感谢来纪念主耶稣为着咱所做，咱做伙来食。主耶稣佫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见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所以这个时阵，嘛要邀请咱的长老来服侍杯。耶稣的主爱，是主耶稣的怜悯，是被上帝所予咱恩典。
两兄弟姊妹，每一遍咱摕到这个杯，咱大家知这是主耶稣的血，为着咱所流的。咱每一遍来啉这个杯，咱就带着感谢的心来纪念伊，三个来啉。这个时阵，咱游玩节咧，共款用达带355首，355首的第3节来成做咱对主的回应。北平奉献，请赖玲玲执事、陈小文执事。三个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请坐。报告，这边由我简要来报告教会消息。今日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礼拜中有守圣餐，甲主耶稣共道。礼拜后请留步来互相请安交谊。地下室1楼有爱餐。第2奖学金，今日是本会奖学金的募款，请兄弟关心大岛奉献。第3中执会，今日礼拜爱餐楼伫6楼有召开中执会，请中执留意参加。第4设备的更新。咱即马大家所看即几礼拜，咱即个投影的设备
有更新哦，所以即个亮度色彩色彩拢有比以前进步诚济。咱本来伫个2楼的迄两台投影机嘛，刷落地下室所以即马地下室本来1台，搁加2台，有3台，而且拢会当同步来放映所以咱进前包括顶礼拜咱大部署的受职感恩礼拜等拢诚顺遂来进行咱诚感谢咱即个负责的同工的辛苦也毋望兄弟继续为着咱教会遮的设备的精心来关心甲奉献。第5，周报因为印刷的关系毋望讲咱各团契各组若有要登伫个周报的消息投稿拢拜托伫个逐礼拜拜3进前交互办公室。第6，本会宣告基金的奉献主日，下主日8月30日是咱本会宣告基金的奉献主日，请兄弟为着本会宣告的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7，中级的演习会，台北中会中级的演习会伫个9月7日伫个大场大雅教会要举办后半年的中级的演习会。请要参加中级9月初3进前思涵干事来报名。再要补充一点，咱敬听的咱张永禄、张英乐兄伫个昨日拜5蒙主温调。英乐兄是咱外营祭先师，享年94岁。请咱三工来关心代祷，愿主亲心来安慰伊族。下面团契消息、教界消息，社区对9月开始，咱社区中青热火站甲烘焙班的活动、代祷的事项，以及后壁最后一面奉献明细，请兄弟来家己来过目奉献的明细，若有啥物重大的所在，请办公室来跟进。来行平安礼信息第527首，请起立。因为耶稣
信诗第402首，金丝山车都无输足多。困求主你心带我脚步，若无我毋通家己来行。困求你叫我带到我，若是我硬硬行必是正，早晚那日出手你该你，我你我用最高点，你最抓心的人，这是我的心的愿望。愿被上帝赐福，佮保护咱；愿被上帝伊面的光照咱，佮施恩予咱；愿被上帝欢喜的面看咱、赏赐咱，以及咱的亲人喜乐佮平安，对这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免。请坐，灭道避讳。